大家好，我是克奇拉佛教中心的谢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弟子。那首先在这里祝大家所有的华人朋友们，祝大家冬至快乐。那相信现在很多人可能都在庆祝这个节日8点。我今天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赞都古仁波切的生平传记。这个是今天讲的，还是在我们依然在分享着第4章，这是关于印度的章节。那之前有说到，就是仁波切在印度，他最初怎么在印度怎么抵达印度啦，在印度的艰苦生活啦。那在印度时期呢，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比如说，他怎么重新再见回他的上师的转世，以及怎么知道了，就是从就硕普仁波切的口中呢，怎么知道了他自己本身的身世，真正的身世，而且初次跟自己的亲生父亲见面，那也因为跟自己亲生父亲见面有联系的关系呢，他的母亲呢也从此跟他断绝了关系。那今天要开始分享的关于他的转世的一个认证，仁波切的转世，那是一个很久远的一个转世世袭。那我们今天会分享仁波切的转世身份究竟是由哪一位上师啦、哪位大师啦，或者是哪位护法来认证。那最初又是谁发现他的转世的身份呢？那今天应该只是会介绍这一个。那接下去印度的章节呢，我们还会介绍仁波切的4师精神啦，他怎么对待上师啦，他比如说他的上师有哪一些啦，有哪一位上师。那印度的章节，以及到印度章节的最后呢，我们还分享关于他怎么跟马来西亚结下缘分。那应该还有2-3天吧，才能完成印度的这个章节。那今天呢，那我就直接就跟大家介绍仁波切的一个，就是他的转世身份被认证的一个经过。这个小题呢是久远的转世世袭，在这里给大家念一段。一位菩萨在1990年回到了我们身边，那就是赞都古仁波切。他被正式认证为甘丹萨济士第72任住持根顿月达的转世，其转世身份由尊贵的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以及甘丹萨济士的金甲仪护法多杰雄登护法通过神谕所认证。那之前在讲序的时候，我们已经介绍过这个就是甘丹萨济士的第72任住持根顿月达的一些事迹。那基本上呢，根顿月达呢，他是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近代的转世之一。这个是因为是19世纪的佛学大师。那他最出名的是他的学术成就以及他的戒律，而且就是他来自泽木市，后来加入了甘丹萨济士的布康康村，后来呢再考取了格西拉朗巴的学位，然后就逐渐的成为甘丹萨济士的主诵师。那再升任为甘丹萨济士第72任住持。那当然就像仁波切的每一个转世一样，他在任期间嘛，他就对佛教的贡献呢，其实是不遗余力的。他不仅是修复寺院啦，还改善了寺院的规章制度等等。那这是关于根顿月达。所以当时仁波切最初呢，他被认证的一个身份就是以一个尊贵的这个就是以甘丹萨济士第72任住持根顿月达转世的身份被认证的。所以宣布这项特别消息的前些时候呢，堪苏仁波切，就是我们这里讲的堪苏仁波切呢，就是
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就是仁波切的上师之一。这里给大家看一下照片，这是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珍贵的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那堪苏仁波切呢，就把仁波切叫进房中，给他看了张老圣人的照片，并问道：“你认识这是谁吗？”那仁波切当时他是没有办法记得，他就说他不认识。那堪苏仁波切又问了一次：“你肯定吗？”然后他告诉仁波切说：“他说照片中的圣人呢，就是仁波切的前世，名叫堪苏图登兰山仁波切，那是根顿月达的转世。就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在刚才讲过，那甘丹萨祭司的第72任住持，根顿月达后来再转世为堪苏图登兰山仁波切。那堪苏图登兰山仁波切呢，他是最近代的转世，就是仁波切之前的那一任，他的上师是至尊释迦仁波切，那他的同门师兄弟呢是至尊颂仁波切，就是前世的至尊颂仁波切。他一辈子呢，其实他对上师的一个依止心是非常非常强的。那所以他在释迦仁波切吩咐他，就是指示他到偏远的帕里地区去弘法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的一下子就去了那一个偏远的地方，在那里建寺院啦，在那边弘法啦，以及对僧俗群众啦，那其实那是一个佛法相当不兴盛的地方，所以仁波切在的前世就是堪珠图的南山仁波切，就在那里就不只是要负责弘扬佛法呢，他还要就深入民间去调停就是一些民间的事情，包括当一些仲裁之类的，他甚至还帮大家解决财务上的问题。那渐渐的也赢得了当地人的一个信任，所以他成功的就把帕里这个地区呢，就的这些民众就变成了就他的追随者，也大家因为这样子就开始更接近佛法。他同时也把多杰琼的护法呢介绍给帕里地区的僧俗群众。那这是关于这个堪珠图登兰山仁波切的一个简单介绍。那堪珠图登兰山仁波切呢，大概在50年代末吧，就在怎么说呢？当大家都撤离西藏的时候，他因为听从上师的话，坚守在当地，所以当时他也在当地，就是在西藏圆寂了。那这个是，所以仁波切被认证的身份是第72任甘丹萨祭司住持根顿月达，但是这个堪苏强巴耶死仁波切给仁波切看的照片呢，是根顿月达的后来的转世，所以他去问仁波切认不认识，记不记得这个人是谁？那仁波切回答说不认识。那根顿月达在堪苏仁波切幼年加入甘丹萨祭时担任住持。很巧的是，根顿月达后来的转世赞度古仁波切在20岁出头加入甘丹萨祭寺时，堪苏仁波切就正好是寺院的住持。那这里讲起来，可能大家听起来就有点乱，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其实我们刚才讲过嘛，根顿月达其实他是来自泽木市的。那刚好的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呢，他本身也是来自泽木市的，就他们是从小的一个模式。那而且呢，根顿月达其实那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年纪是比较大的嘛。那在他幼年的时候，他加入甘丹萨祭司的时候，根顿月达在当时的第72任甘丹萨祭司住持，根顿月达刚好就是那个时候他在担任当时的住持。那轮到就是转了2世之后，来到赞度古仁波切的时候，那当仁波切加入甘丹萨祭司时，那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就刚好也是甘丹萨祭司的住持。那我希望大家听有稍微明白一点我在说些什么东西。那不仅如此呢，根顿月达和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都来自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杨拉乡的泽木市这刚才说过了，他们2个都是同乡，就是仁波切的前2世根顿月达
和堪树强巴耶斯仁波切，他们同样都来自云南黎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杨拉乡的泽木市。那赞都古仁波切与堪树仁波切之间呢，无疑是有着深厚的一个世俗的因缘的，所以他们的缘分其实就不只是这一世，那就是前世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前世呢，跟就他的母氏，就是他跟应该说他跟堪树强巴耶斯仁波切来自同一个家乡。那1990年5月31日的坐床大典当天，就和往常一样，没有人到场和仁波切一起分享着殊胜的一刻。他总是那么孤独，由于紧张，加之不了解程序，他被自己的僧袍绊倒了，还在不恰当的时候摘下了僧帽。无论如何，这次坐床典礼还是永远的改变了他在寺院中的地位。对这位新认证的仁波切而言，这是一个全新和更加快乐的起点。那仁波切是在1990年5月31日坐床的但是他的坐床呢，跟大家其实一般其实很多仁波切吧，就是我们会讲的活佛转世坐床大典，有一些是可以好几万人前来出席，就是专程来观礼或者是来祝贺的。那仁波切呢，他由于家人也不支持而且他也算是比较迟才接受认证的，所以呢，当时他其实是基本上是很孤单的，也没有人来到现场就跟他一起分享这一刻。而且当时由于他并不是从小就在寺院长大的，那可能对寺院的一些礼节之类的，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就是不是那么熟悉。那所以呢，而且加上紧张吧，所以他在走路的时候给自己的僧袍绊倒了，而且还在不对的时候拿下自己的僧帽。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比起最初来到甘丹萨季时寂寂无闻的一个外国年轻小伙子，他现在是一个仁波切的身份，他的生活呢还是大大的得到了改善。那就是仁波切他自己本身呢，根据他自己本身说，他讲我心里一方面存有这种想法，那也就是从来没有人会为我庆祝我的成就。那另一方面去想，我要怀着利益他人的发心做上这个法座，并且要专注去思索自己之所以会成为仁波切的原因。所以一方面，这一方面其实是他有一点，当然还是就任何重大的时刻都没有人，比如说他小时候成绩优越，父母也从来也没有去为他庆祝了。那这一个被认证为仁波切坐床大典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其实也没有人前来，那所以仁波切讲，从来都没有人会为我庆祝我的成就。但是当他坐上这个法座的时候，他其实却更加怎么说呢？他的想法却更专注在说，我要以一个利他的一个心理去坐上这个法座，而且我必须认真去想，我为什么会成为仁波切。所以仁波切他虽然有两种想法，但是他立刻就会把他的重点呢放在利益他人身上，而且让自己知道自己之所以回来，之所以成为是仁波切之所以回来，其实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等于说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这些关于佛法的动机。这里有照片，这是仁波切当时的坐床的照片。不是这个，这个是当时仁波切的照片。1990年，仁波切是25岁，24岁还没到25岁。那仁波切呢，他的生活，当时我们上一次有说过嘛，那仁波切的在上一次上次提到他的父亲认了他，那父亲认了他呢，就给了他一笔钱，之后他的生活呢已经有相当大的改善，而且父亲后来还帮他盖了一个拉章，因为他是仁波切，所以父亲帮他盖个拉章，所以他整个的
居住情况呢都有获得了改善。那他之前也说过，就是仁波切他凡是只要身上有一些钱呢，就会开始就会做一些帮助他人的事情。所以他的生活改善过后呢，他也开始为附近的一些寺院啊、村落啦做更多的事情，包括一些筹募一些资金啦，修建一些便利设施等等之类的。所以这是仁波切生活的一些。那迟点会跟可能明天或者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下仁波切在印度所做的一些事情。那由于确认一位喇嘛转世身份的过程呢是很重要的，那一般要寻求很多高僧的一些认证，还要经过占卜或者由护法神通过神谕认证等等过程。那之前也是有介绍过，就是我们要认证一位高僧转世，或者是俗话讲的活佛，那要首先他就是在那位高僧在临终前已经给了一些启示，给了一些暗示，或者是直接把自己的父母的名字也说出来了，把自己将会投生的一个方向也说出来了。他给了这些种种的一个暗示之后，他包括在涂皮就是火化的过程呢，也可能会有很多的暗示，就是大家所以寺院的一些僧众嘛，就是有资深的一些成员，就要去根据这些种种的一些提示，种种的一些线索，就开始去找出这个就是即将转世这个或者转世灵童。在找到了这个所谓的灵童，就是转世者之后呢，或者我们叫度古，找到了之后呢，还要确认，因为通常他们找的时候找很多个，好几位都具有类似的特征的，那哪一位才是对的？那可能不只是一位，还有好几位。那这个过程就比较繁琐一点。那当然要由他辈分比他高的、资格比他高的一些圣人来确认或者认识，对他很熟悉的，那确认他的身份，确认是不是这个样子的，还要叫身边的人呢，让他去认些他之前前世所用过的一些东西。除了这些之外呢，还通过护法神降神的时候给认证还要通过接下去呢，还要通过可能比如说很高级的圣人，比如说加瓦仁波切了，来认证。这仁波切呢，他的在被正式认证的坐床之前呢，其实占都古仁波切的转世身份就已经得到了很多高深和权威的确定。那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呢，哪一些人或者哪些高僧曾经给过他就是给一些口头上的或者是文字上的一个认证。那在7个月大的时候呢，曾有几位圣人来到仁波切亲生母亲家中认证他是转世活佛。仁波切在7个月大的时候，这个可能大家忘记了。仁波切其实他在台湾出世嘛，那他父亲是因为有家室，那他母亲呢是位蒙古公主。那这种情况下，那母亲就是在仁波切出世过后，其实母亲就已经没有办法就养他了，就把他想把他送给其他人去领养。那这样子的情况，就当他7个月大的时候，就有僧人就前来就说，哎，这是我们的，就是你的孩子可能是是我们寺院的一个转世者。那必然会有一群僧人前往仁波切台湾母亲的家里去找他的话，那必然就是说他们是根据种种线索，跟着线索找上门去的。但是可惜那时候因为仁波切的父亲跟母亲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关系的一种情况，仁波切的母亲呢就拒绝让僧人把这个孩子带回去。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仁波切的话，他将来会找到他自己回家的路。那所以呢就仁波切呢就等于是错过了一般转世者的一个被认证的一个过程。但这有可能也就是他前世他所发的愿，他想过的这样子的一种就是发愿。其实很多东西并不是说偶然的，其实这些东西都可能都是跟
比如说我们会遇到某一个人，我们这一次会做些什么东西，会发生什么事情，很多时候是跟我们前世发的愿是有关系的。所以他7个月大的那一次呢，就没有被带回寺院去了。那到后来呢，逐渐，当然第一位口头上就说他是仁波切的，是他的至尊根本上是至尊颂仁波切。有提过他是高僧的转世。那除此之外呢，另外还有哪一些人就是有认过仁波切的这个转世者的一个身份。那我在这里给大家念一下。那年幼的拉玛奥瑟仁波切第一眼见到仁波切，便与他互碰额头。那拉玛奥瑟仁波切是谁呢？拉玛奥瑟仁波切其实是格鲁高僧耶喜拉玛的转世。可能耶喜拉玛大家应该有听过吧？就是他是FEMD 的一个创始人。他的弟子或者是跟他共同创立FEMD 的梭巴仁波切，大家应该都非常熟。但耶喜拉玛圆寂的比较早，所以他的转世在当时在仁波切还相当年轻的时候，转世者还是小孩子，但是已经转世回来了。那这拉玛奥瑟仁波切呢，他第一眼看到仁波切，他就不用对普通人的一种问候的方式，而是用额头碰额头。那一个小孩子，一个很小的孩子，怎么懂得用这样子的方式？那当然可见这个拉玛奥瑟仁波切，他也不是一个平凡的转世。那所以在西藏传统中呢，当一位仁波切跟另一个人这么做，就意味着那个人跟自己有相等的成就和觉悟。那一般上，比如说大家如果有留意到的话，就一般上就是拉玛或者是一些仁波切啦，他们在给群众加持的时候，大家都会献卡达嘛。那献卡达的话，那仁波切一般上就会拿起来就放在我们的颈项上，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说他们就是僧人跟僧人之间的辈分是平等的话，他们就互碰额头。那这位小小的当时年纪很年幼的一个拉玛奥瑟仁波切，一看到我们的这个尊贵的赞珠格仁波切，他的第一个反应，他就是在群众中一大堆人，他当时的反应呢，就是用额头跟仁波切碰了额头，所以就表示说大家的地位是相等的。那这是拉玛奥瑟仁波切。那仁波切的根本上师至尊迦杰颂仁波切也曾口头认证他为仁波切，这个刚才讲过了。那给予口头认证呢，还包括尊贵的阿扬图谦仁波切。阿扬图谦仁波切呢就是尊贵的直贡加贡仁波切的儿子。那这里可以看大家看一下阿扬图谦仁波切的照片。那他以特殊的一种以神通著名，就是有特殊的，我们叫神通。那这位仁波切是右边这位，左边的一个就是阿扬图谦仁波切。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一看到仁波切，他就认出仁波切其实就是一个高僧的转世。那所以给予口头认证。那另外呢，大成就者尊贵的冈坚仁波切首次在尼泊尔遇见仁波切后，就曾经给予口头认证。那冈坚仁波切他目前正在意大利。他当时在尼泊尔第一次看到仁波切的时候，他已经说，就这个接下去我们会介绍将来，他就说仁波切，你是位高僧的转世。其实他们就是能够看到，他们懂得看的，就是有这种能力的，他们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那2015年呢，尊贵的冈坚仁波切再透过书写的形式认证仁波切的转世第一位。那最初冈坚仁波切最初他给予的认证是口头上的，而且当时他还叫仁波切说，你回去你的寺院告诉寺院的人说，给你认证和坐床。让他们认证和就是去认证你的转世的身份。那是冈坚仁波切。这2015年呢，他才给一个正式的一个书面的一个认证。
那另外呢，上密院的护法金刚玉卓玛也透过神谕认证仁波切的转世之身。那仁波切的其中一位上师，尊贵的直贡加贡仁波切杰逊洛桑措金，在一见面时就认证他的转世身份，并且以个人印章进行认证。此外，他也认证仁波切为摩诃萨，这表明他的转世系谱追溯起来比甘肃根顿月达那一时还要早。那尊贵的直贡仁波切，这里给大家看，尊贵的直贡仁波切，其实他也是他的神通能力也是非常著名的。坐着的这一位呢，就是尊贵的直贡仁波切。他直接在他身后站着的，穿着僧袍的，戴眼镜的，当然是我们的就是尊贵的赞图古仁波切。那旁边另一位年轻的，那是阿扬图现仁波切。在仁波切身边的那位女士呢，就是这位直贡仁波切的妻子，她是一个在家人。那另外两个呢是他的女儿。那这个尊贵的直贡仁波切呢，他当时一见面，他不只是说仁波切是一个转世高僧，他还说仁波切其实是一位摩诃萨。什么叫摩诃萨呢？摩诃萨其实是一个是地位就是层次很高的一个菩萨。那所以当这么说的话，就表示说他的转世呢，其实从这里我们可以推算出来，就是说仁波切的转世系谱追溯起来，其实是比这个堪苏根顿月达还要早。那因为最初原本认证的身份其实是认证根顿堪苏根顿月达而已。那堪苏根顿月达的话，只是大概2世之前。那如果说是摩诃萨的话，那表示他的转世是非常久远的。那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尊贵的直贡仁波切认证仁波切的认证书和印章。这个下面的是上面是藏文，那下面是英文翻译。他是根据第一眼看了之后，他还根据占卜。那他下面的英文那就是说我的占卜检查呢，关于丹增梭巴，就是某某人的，就是洛桑嘉措的儿子，蒂瓦宁波，洛桑嘉措和蒂瓦宁波的儿子是杜古转世，是泽木氏前住持这里可能有点那个，他说是根顿月达的转世，这样子的一个占卜结果显示是阳性的，是正确的。那他讲，同时呢，我的占卜检查就是在询问关于他就是 identities of deity protectors and great beings 在检查他是不是摩诃萨的时候，那结果也显示是高度阳性的，就是正面的一个就是确认的一个意思。所以他确认呢是根顿月达的转世，也确认呢这位摩诃萨。所以这个是直贡仁波切的认证。另外呢，仁波切的上师，也就是当时担任甘丹萨济斯住持的尊贵的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认证仁波切为转世仁波切，并且向甘丹萨济斯的佛教护法神请求正式的认证。所以遵照尊贵的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的请求，甘丹萨济斯的金甲一护法通过秋阳度经神谕，对仁波切的转世仁波切的身份进行了认证。那这段历史呢，已经被记录在册，并加盖了金甲一护法的印章。这是寺院颁布的用于认证仁波切的主要文件。同样，仁波切的个人印章上也有金甲一护法和寺院的名号字样。那金甲一护法的认证书，那当时认证是透过堪苏强巴耶喜仁波切知道了仁波切，就是他确认仁波切是仁波切的身份，他透过就请求金甲一护法
降神。那降神当然是要透过神谕，对，当时的神谕是秋阳镀金神谕。我们之前说过，就住在仲拉章的对面的那位神谕。那透过降神就认证了，而且当时认证了，当然就给了认证书。那这里的这一份认证书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是秋阳镀金神谕，金甲护法透过秋阳镀金神谕认证仁波切转世身份的官方印章、盖章和他的认证书。另外呢，那当然就根据寺院的一个传统嘛，他们珍贵的看素强巴耶斯仁波切，当时他作为甘丹萨祭司的主持，他安排了这样子的一个认证过程了过后，他还要请求加瓦仁波切的一个承认，给予最终的承认。所以在堪苏强巴耶斯仁波切的提醒下，至尊第14世加瓦仁波切为此事赐予一个特别的会晤，并对仁波切的转世身份给予最终的承认。加瓦仁波切还确认了占都古仁波切的转世身份，甚至比正式认证的3个转世还要久远。这跟尊贵的直贡仁波切所说的不谋而合。所以当时，尊贵的当时加瓦仁波切呢，他一眼他看到了仁波切，过后，他其实他有私底下后来就有问看苏小贝也写仁波切说，那你到底是以哪一个身份来确认他，来认证他？所以其实当时当然他们之间还有一些谈话，其实就承认了，就说仁波切的身份其实不只是只能追溯到根顿月达那一世。那加瓦仁波切所说的东西呢，跟直贡仁波切所说的呢，其实是不谋而合的。那这样子的一个不谋而合呢，经过了多年之后，终于在几年前就得到了金甲一护法的一个亲自的一个认证。所以到了2015年呢，多杰雄的护法就通过著名的第7任庞龙神谕，认证了仁波切25个转世身份的转世系谱。所以不只是3世，其实是可以追溯到25世转世的系谱。那最初的转世，甚至还是释迦牟尼佛时代的一个就是须摩提女。那所以这25个转世的身份呢，可以追溯至释迦牟尼佛时代。所以这转世是非常久远的。在仁波切正式坐床后不久，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彭措，那这个我之前给大家看过照片，跟仁波切长得很像，在其父罗桑嘉措的授意下来到甘丹寺看望他。所以仁波切的父亲呢，在台湾的父亲，他也听说了仁波切坐床，因为他自从就是重新去认回仁波切之后，他们就有往来，所以他也听到仁波切坐床的事情。而且他罗桑嘉措本身呢，他其实他是一个常常跟寺院有来往的一个人。因为他之前本身他也是一个出家人，他是一个还俗的出家人。那所以他听到自己的儿子其实已经被认证为仁波切了，他就派了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就是彭措，就来到印度去查看一下仁波切的整个的居住环境怎么样。那彭措为仁波切住在牛棚旁边的小屋里感到吃惊，并在回到台湾后把情况告诉了他父亲。那对当时的就是其实也不止当时，那即使任何时候吧，我们看到那样子的一种居住环境，其实是还蛮吓人的。其实就在牛棚旁边还有养着牛，还有其实几乎是半开放式的，那蛇啊、老鼠啦、蟑螂啦，各种各样的昆虫啊、毒物呢，都可能会随时出没的。所以彭措呢，他从台湾来到印度，他看到了自己的同父异母的兄弟的居住环境。身为仁波切居住环境是这么恶劣的，他当然是大吃一惊，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自己的父亲。那
知道这件事情过后呢，罗桑嘉措就亲自拜访仁波切，查看仁波切的居住情况。他的父亲一生都与佛法有着不解的缘分，对佛法十分崇敬，因此他提出要求出资在甘丹寺为仁波切盖建占拉章，供仁波切居住。这是他送给儿子的第一份礼物。所以仁波切的父亲在看到了仁波切当时的情况之后，他对寺院其实是相当了解的，他也明白就是怎么尊重圣人啊，怎么就是对寺院的一些礼节是清楚的。那所以呢，他当时就决定就送了。他本身其实算是相当富裕的，所以他就决定呢，就送给仁波切，为仁波切盖了一个拉章。所以每一个仁波切都自己拉章来，就是拉章的意思就是他们的私人的住处，他们的办公的地方。所以他就为仁波切盖了一个拉章，就当成是作为一个亲生父亲给自己儿子的第一份礼物。那于是仁波切终于从条件颇差的宋拉章牛棚房搬进了他个人的拉章，也就是他自己的私宅和办公场所。这个地方后来因为办事效率高，充满关怀，更重要的是，它蕴藏着浓厚的誓师精神，而成为寺院中最受纯敬的拉章之一。那仁波切他在寺院时间虽然不较长，但是因为他办事效率非常高，而且他做事情非常认真，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的誓师精神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崇敬的。所以他很快的呢，就在寺院中呢，成为被最受人尊敬的一个拉章之一。那寺院其实有好一些拉章，不同仁波切有不同的拉章。今天的内容大概是这样子，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些图片。就是这个是2015年，多吉雄登护法透过第7任就是尊敬的第7任庞龙神谕认证赞度格仁波切25个转世身份的那时候的一些照片。其实，在仁波切的博客上是有很多照片的，关于那一次的降生。那左边的呢，就是尊贵的第7任庞龙神谕，他的父亲就是当时协助加瓦仁波切从西藏就是托起雄登降神在他父亲身上，协助就是加瓦仁波切从就是前往印度的一个主要人物。那在这里呢，这一封呢，这个是藏文，可能大家有些人看懂，有些人看不懂。那这个呢，就是当时就多吉雄登护法，他透过尊敬的第7任庞龙神谕认证仁波切转世之后，所发出的一个认证声明。那今天这个环节呢，就分享到这里。看看现在有什么问题吗？What's the shin？ 请问被认证活佛通常是谁可以认证？这个问题之前有提过。那什么人可以认证？刚才说过了，就是地位资格比自己高的，比那位被认证的活佛、被认证的仁波切地位还要高的人，或者是神谕，就是护法透过神谕降神的时候可以给予认证。那不然就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传承里地位高的，反正最重要的就是地位一定要高过他的修行成就，地位一定要高过就是最高过那位被认证的。那我们讲的是正式认证。那比如说，如果说像我们之前讲的拉玛奥瑟仁波切啦，我们讲的是阿扬图线仁波切啦，但是他们有能力看到，他们可以
给予口头认证，但是其实却未必是书面认证。书面认证就要地位比较高的才能够这么做。那我希望这个问题有被回答到。问题好像就只有一个。那好，那如果没问题的话呢，那大家就好好去庆祝一下，跟家人好好过一下冬至。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对华人来说。但是我们在结束之前呢，还是不要忘记要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倍增长。愿以此就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信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止施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以此相属二次义，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回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性恒常住。好的，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